农牧用地1公顷以下会当申请微型的露营区哦，但当计共有90件申请。这个月，县政府发出头一张的登记证，嘛来辅导业者来完成登记。台东县目前有7个公民型合法露营场，也毋过伫热门活动时段，露营营地真歹找着位，有不少农牧用地希望会当转型做露营场。政府已经开放辅导1公顷以下农牧用地设立微型露营场。台东县这个月申请通过，发予罗野乡高台地区第1张微型露营场设立登记书。这个露营区上大会当容纳50顶布棚，地方人士希望会当为高台地区带来更加侪游客。从来没想过说露营区可以搞得这么好玩。县府表示，为着辅导农牧用地所有人申请露营区，县府成立单一参考受理，也希望现有的露营场会当接受辅导，以2阶段处理合法登记。整个县府内所有的相关的局处的意见哦，就希望能够简化这样的程序哦。那从111年申请到现在呢，已经有90件申请，其中我们发出了57件的土地许可登记的部分。县府表示，微型露营区的设立，伫举办热门活动期间，会当提供更较侪大小空间，解决找无所在通大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